新鴻基西沙全新住宅項目第一期 Sierra C 今日有價單啦，首批推出158伙，折實平均尺價10,398蚊尺。首批入邊佔1房嘅有3伙，2房嘅佔嘅比例比較多，有118伙，3房就有37伙。1房開放式廚房301尺，只需要299萬起，300萬都唔使啊！2房開放式廚房381尺，亦都只需要389萬起。而我最中意嘅3房531尺，入場價都只需要517萬左右，500幾萬就擁有一個3房嘅單位啦。呢一輪咧入邊2房嘅單位咧，我會講一講個景觀先嘅。咁第一個咧就係3座同5座嘅 BC 單位啦，佢就會望翻內園同埋有少少企嶺下海啦。咁3座嘅 EF 單位咧就會望翻馬鞍山嘅方向。咁而3座同5座嘅 J 單位咧就會望翻全部係企嶺下海嘅方向啦。咁而最後一個咧就係5座嘅 D 單位咧就會望翻後邊山，就會有一個會所同泳池景觀嘅。而屬於3房嘅開放式廚房咧，就有3座嘅 D 同埋5座嘅 A 咧，全部都係望翻呢個東北向內園景觀嘅方向啦。而我覺得最值得推介咧就係5座 H 啦，佢526尺開積，有3房開積啦，咁同埋房間同埋廳咧都係望到企嶺下海啦，同埋吐露港嘅方向。我覺得5座嘅 H 單位咧係值得留意嘅。作為首輪嘅單位啦，除咗佢價格之外咧，仲有幾個值得留意嘅地方嘅。呢一批單位咧，會係最接近高柏同埋呢個交通交匯處嘅單位。樓下咧，除咗有一田超市啦、中大嘅醫務所啦，亦都有英基嘅啟新書院。發展商咧，亦都有幾個唔同嘅付款計劃。除咗一般嘅即供同埋建期付款之外咧，亦都設有咗收租王同埋漸進式供款計劃。發展商今日已經上咗價單啦。如果想到現場或者示範單位參觀，可以聯絡翻我哋。而我哋嘅聯絡方式咧，就喺下面嘅 info box 啦。